Hello， 立法會嘅觀眾大家好，咁我係破地獄嘅導演同埋編劇陳茂賢。我覺得今次我嘅團隊攞咗咁多個獎，好開心啦。佢哋因為成班嘅演員都好努力去為咗呢部戲去準備啦。咁好感恩佢哋終於見到啦。即係正如我頭先喺台上面講，一個演員佢可能因為一生人只係想遇到一個角色，但係作為一個編劇亦都一個角色，其實一生人只係想帶一個演員咯。咁我覺得我好感恩佢哋演員做得好好咯。咁佢哋得到佢哋嘅肯定咯。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嘅，即係始終破地獄係一部去到全世界甚至乎全亞洲都好多人知嘅電影，好多人中意嘅電影。咁我好希望而家做加長版啦，希望大家支持埋加長，就快去到香港嘅票房億7㗎啦，爭好少嘅啫。希望大家再支持，多謝。